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阴天，教人三寸心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有心机的人，普通时看起来无啥威胁，若是一个伤人，就会伤甲特别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添读讨音添第一条，嘛人读做添。这个添就是形容一个人做人歹心恶毒多，咱讲是做人添阴添毒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添第三条，这本地是讲一款恶毒的鸟仔，同款嘛是有讲一个人真阴毒的意思，嘛有真厉害的含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阴添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真阴沉，性格未表现出来，心思和个性拢互人抓袂到。第二个词读做添毒，这个意思就是阴险恶毒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做朋友，先困斗阵；若是讲心肝忝毒的人，阴添，教人三寸心。大家一定是会当离偌远就离偌远，这款人绝对无朋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添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添，也有一个音读做添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